哇，阿賢啊，這個對話真緊動接近人嘅身份呢，從一個惡嘢啦，告訴佢青菜亂食，又是水長壽，佢哋有討論嚟當到嘅日常習慣問題，未分享到當到改善嘅方法，像係頭麥豆工作法，準備簡單嘅空氣菜，行過啲滾水當中加入啲水果片，都係當好嘅技巧哦。家下嘅對話當中，未出現嚟當到老社會習慣有關嘅實用詞彙，嘅接下來，我就跳下來看有哪條一天我來學到嘅詞彙，優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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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適應，適應。適應，適應，改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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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冇按改，冇按改，沒那麼容易。沒那麼容易，南西英強用版講，冇按簡單，冇按簡單。已經適應按樣嘅習慣，已經適應按樣嘅習慣。你已經適應這樣的習慣，你已經適應這樣的習慣。南西英強用版講，已經適應按你嘅習慣，已經適應按你嘅習慣。我還忙按腳改善，我還忙按腳改善。我還沒這麼快改善，我還沒這麼快改善。南西英強用版講，我還唔前按腳改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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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色茶有當道嘅優點，色茶有當道嘅優點。喝茶有很多的優點，喝茶有很多的優點。南西英強用版講，色茶有幾多嘅優點，色茶有幾多嘅優點。我有一隻好習慣，冇按改。我有一隻好習慣，冇按改。要有一個好習慣，沒這麼容易。要有一個好習慣，沒這麼容易。南西英強用版講，我有一隻好習慣，冇按簡單。我有一隻好習慣，冇按簡單。